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ave 嗱，今日咧我哋去到台東喎，台北你去得多，台東你有冇去過咧？今日好多謝台灣民宿協會啦，嚟到呢個5G 微旅行啊！不如首先喺度問一問 AI 小幫手，我哋嘅導遊到底邊度有咖啡飲先 ？Where can I get a coffee？喂，不是開場嗎？我是刚峰，我是王汉信。我们今天开始要台东2天1夜的微旅行，因为我们会各走各路，所以呢，大家关注我们2个不同的视频呢，可以把台東整個玩遍，好不好？然後這個東西開頭最重要，你說最緊要咧就係咧，如果你哋唔知道台東有啲咩發生或者想玩嗰啲節目咧，你可以掃呢個 QR code咧，可以嚟到呢度可以試一試唔同嘅地方，記唔同歡多人情嘅唔同嘅優惠得啦㗎。原來你是香港人啊！